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今年的7月初，一个中国籍的女子，因为甲大家官来考教，一时激气，怎带着9岁甲10岁查囝到新店的碧潭，骗查囝讲要来翕相，甲查囝骗落水，结果2姊妹仔全渡水死亡。即摆这个起诉书现公了，讲当时这个细汉查囝落水了后，有家己惊上花，但是妈妈甲骗讲要去救姐姐，结果细汉查囝伊又搁惊落水。 都淹死了，检方用杀人罪，甲这个伤心的妈妈甲起诉。郭翠安跳江个头挖去另外一边，嫌镜头，伊就是涉嫌害死2岁查囝姓简中国籍小姐刘金桥，检方起诉。 过去姓简的小姐阿晓头毛阿家家行入台北电县，伊和翁婿结婚11年，不过因为生活关系无共款，姓简的小姐定定甲大家赶伫冤家，想要到会起甲找囡仔出气。 7月初，警消伫咧新店碧潭，和2岁才9岁含10岁姓白姊妹仔的尸体，根据起诉书内容，姓简的小姐迄天甲9岁含10岁大的查囝，敢要去新店碧潭风景区翕相，奸骗奸拐，先叫因坐伫咧石头，才行要去水内底，2人拢袂晓游水，撞栽落去。虽然查某囝有爬上来，不过姓简的小姐竟然改骗讲，咱同齐去救姐姐。 虽然查某囝搁行去水内底，不幸跳水都死，妈妈亲目睭看到这规个发生过程，刘尾伫咧附近徘徊30点钟，才家己到案。刘金桥以杀人罪嫌起诉。被告的行为会触犯刑法杀人罪，处死刑、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 案件经过起诉了后，会交由台北地县国宾法官定审理。敢若因为甲许多人未合，就找囡仔出气，那毁掉家己前途，嘛互家己的家庭破碎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